哋嚟到每一次都好開心，因為馬來西亞啲嘢食咧係好啱我哋食，無論大家都知道我嘅肉骨茶啦，我嘅蝦麵啦，即係呢一啲全部都係我係最中意嘅嘢。咁所以如果你問我要帶一樣嘢香港，我尋日先問我個助手如果我帶雞蛋仔，你話有呢度有雞蛋仔嘅，咁跟住話帶蛋仔有喺度都有。咁其實呢一度我真係諗唔到有咩係冇喎，係咯，我諗唔到。我諗緊，或者可能真係開一間係我親自煮嘅一間私房菜，係你哋嚟食嘅嘢咯。咁我可能會特別啲咯，因為時間真係有限。因為你都知大家，我係有2個仔嘅爸爸啦。咁其實我啱啱嚟馬來西亞之前，其實都帶咗佢哋旅行，因為我仔父母節假期。咁所以喺工作喺家庭，我都希望一個好平衡咯，好平衡。咁所以香港嗰邊可能就少咗少少，不過放心係啦，我係喺 TV 亦都係喺度拍嘅。因為浪子同哥哥咧有一個最大嘅挑戰係要唱歌，大家都知道我唱歌咧係好有料到嘅。咁你見我咁多年都冇乜點教唱歌，就知道呢方面都唔係我嘅長處啦。既然唔係長處嘅，就可能你哋未必會見到我嘅出現咯。即係除非有一日我做完晒我自己而家嘅嘢，就係拎起心機，拎起心肝去學唱歌咯。如果唔係，我諗你哋未必會見到我用歌唱去參加比賽嘅節目咯。不過我真係唔叻我請唔叻。同埋即係而家嘅歲數咧，而家先學音樂咧，我已經吹唔到係啦。我留翻俾我個仔。我個仔繼承咗我太太嘅音樂嘅才華，我覺得幾好嘅。大家如果睇下佢彈琴嗰啲嘢都 OK 嘅。跟住我而家都訓練緊我個細仔，係啦，佢哋嘅應該音樂應該學下2個爸爸去學嘅。咁所以我交俾我2個仔，所以我以我2個仔為榮嘅。有一日可能佢真係有一日，爸爸我嘅演唱會邀請你做嘉賓啊，咁我覺得 OK 啊。我仔差唔多啦，8歲咯。咁可能都過多7年，可能好後生咁出道，我唔知噶。可能佢第2個周杰倫或者第2個 JJ 啦，係咪先？我真係唔知噶嘛。咁如果佢係咁嘅，邀請爸爸嗰時，爸爸都未老嘅，都仲可以做佢嘅演唱會嘉賓嘅，係啦，希望我都希望。